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暗一个70岁姓孙的吴志爽去中天电视台的门口燃汽油放火烧家己，保全赶紧摕灭火器出来拍火。吴志爽送上病院，意识清醒，伊的身躯有2度的烧烫伤，目前插管在治疗。中天嘛发出声明，呼吁关心中天新闻的民众爱保持理性。伫咧台北内湖民权东路的中天电视台楼梯，还阁看到烧草袋分裂。催离暗6点外，保全发现有一位70几岁姓孙的查甫人伫咧矿场行来行去。尾下7点半，伊去大门口交一个物件了，回头就家己燃汽油点火。跟一般平常的人一样，但是到了19点10分的时候，他就拿汽油从这个阶梯倒汽油倒在阶梯上，然后再到这个广场，再把汽油淋到自己身上，然后点燃。保全看到了，赶紧摕灭火器拍火。姓孙的查甫人被送到内湖的3军总病院。院方讲，这查甫人阁食清醒，不过顶半身还阁面有2度烧伤，目前伫咧加护病房插管治疗。监视人员封锁现场了，发现敢若是有装汽油的干仔甲赖打，自焚的原因还阁要查。差不多在1分钟的时候，就有这个保全人员拿灭火器来把这个火给扑灭掉，然后他一个人就坐在那个阶梯上面，然后目前我们把他送到3总去，现在还在救治当中。第2发生了，中天新闻也发声明讲，暗时有一个查甫人伫咧中天电视的大楼头前自焚。中天新闻感到真唔感觉痛心。这个查甫人的身份甲自焚的原因，也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尊重警方的侦办。希望所有关心中天新闻的民众一定要理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传媒的创办人雷智英，甲媒体高层计共3个人，暂依早期罪名透明封口押。今日早起要开庭，那香港众志黄之锋、周庭甲林龙岩，因为去年反送中的运动去包围警察总署，被判有罪，暂已经抓去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强调讲，伊有责任带领香港恢复秩序。抢校考做伙2个人是黄之锋甲林龙岩，入去考察进前，林龙岩还阁回头看，黄之锋也伫看外口最后一幕。互人讲这是香港政治3组的黄之锋刑期13.5个月，周庭10个月，林龙岩判7个月，即时法官袂当缓刑。周庭申请保释被法官拒绝。宣判前一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去年反盗犯条例修正，香港受到暴力破坏，身为行政长官爱恢复秩序。As a chief executive, I'm leading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o restore Hong Kong from that chaos, and for that. I have no regret.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声明批评中国，将香港少年民主斗士判刑，行为真恶质。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阿德巴尔也谴责讲，这种判决只是伫香港过去1年来，伫咧互人正担心的人权甲民权等代志，搁再加一条。3个人被判刑所讲的证据是6个日日，包括警总迄天，黄之锋、周庭甲林龙岩伫咧现场画口号。叫民众包围总部，期间并无发生冲突，示威行动也和平收场。3个人被拍到的抗争的影像被认定罪证确定。刑期较长的黄之锋甲周庭后壁也有案件，其中周庭也因为立案无法多久，被控涉嫌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诈欺等罪名到警署报道。共案也有一传媒的发言人雷智英。集团总裁周达权、行政总监黄伟强，出入中岛到警署报道了，暗时就扣留。香港的律师讲，由港警国安处起诉不准保释，真罕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购有翠岩国家队出问题，这是台南永康的台湾侦探，封抓到偷窃生产线，用假的卫福部的核准字号欺骗消费者。违法未遂案已经是第2摆啊，所以包含姓刘的负责人在内，计共有4个人，即马拢互收押禁见。这机器是一直芳无休困，一块一块医疗用的喙罨开始生产，部分还阁有当 MD 的钢印。这看起来敢若是台湾制造的喙罨，不过想袂到这竟然是地下生产线放的。
翠庵国家队的台湾净炭公司，今年9月份开始，因家己设计翠庵的盒仔，内底底来路不明的用品布，还有不织布做的翠庵，而且伫咧盒仔外口，竟然标示合格标章，或者是卫福部核准的字号，想要欺骗消费者。在未经核准的情况之下，用地下工厂制造的这个口罩就不能冠上这个核准字号，所以才会认为它是合法掩护非法。台南地检署伫11月份发动3届的调查，传讯15个人到案，发现台湾净炭公司伫台南市归仁甲仁德区偷偷设2个地下工厂，拢总有3条生产线，初步估计已经有400万块违法的翠庵流入去市面上，违法赚到的钱有到1400多万。也若伫咧9月份，嘉利科技公司逼出甲中国制造的翠庵揽入去徛名这个通路以来，翠庵国家队出现袂少的状况，其中包括静新，还有空中等等国家队主要的大厂。也若台湾净炭公司已经毋是头一届违法，今年4月份就去用查到伫咧永康厂区偷偷制造甲袂无许可证的医疗用活性炭的翠庵，违法赚到的钱超过1000万。厂商的负责人跟这个地下工厂的这个人员他们共犯了药事法还有刑法的诈欺等罪嫌，那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台湾净炭公司第2届去用掌着，也是伫咧地下工厂生产翠庵，除了60万块翠庵去用查扣以外，姓刘的负责人，还有地下工厂的员工等等4个人，核准成押禁见。台南地检署嘛强调讲，会持续清查翠庵的流向，来确保防疫安全。也若敢会有其他的方法来预防这个情形搁再发生，食药署表示，目前未有新的措施，也是会以指挥中心下部会沟通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对明仔载12月7日开始，1年1天暂停入境台湾2礼拜。若咱国内欠工的问题要安怎办？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表示讲，即马已经透过外交部在找找新的来源国，按算伫明年会签 MOU。若是倒一国，因为即马也咧外交谈判，无法度公开。因应国际疫情真严重，而且最近境外移入的病例，阁是以1年确诊人数上济。指挥中心宣布，从7日开始，将完1年1天入境2礼拜。劳动部统计，这2礼拜超影响1350人，其中社福类有1032个人，是占7成，嘛造成国内雇主烦恼讲找无卡手的问题。劳动部长柯明春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会开发新移工的来源国。目前有针对有意愿的新南向国家我们已经跟他开过2次会，好，那大家的合作意愿，那我们将会成立这个小组，好，那希望在明年能够签 MOU。那最快可能就111年啦。柯明春表示，已经透过外交部找到新南向国家当中有合作意愿的国家，预计明年会当签 MOU， 但是倒一个国家，因为牵涉到外交谈判，所以目前暂时未公开。另外，也是会协助雇主媒合国来照护人力，明年3月17进前，若是伫台湾年限已经到的移工，嘛会当向劳动部提出延长申请。现在的展延是到明年3月17，所以我们会滚动来看疫情的情形来再适度的。那这是我们要个别要申请吗？要自己主动提出申请吗？跟劳动部申请。针对移工入境台湾所需要集中检疫床位的问题，柯明春表示，指挥中心已经把1500个床位给劳动部，另外还有300个床位会当春救。劳动部目前嘛已经伫咧准备要做规栋的防疫旅馆来做集中检疫场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一波冷空气会落南，水气嘛比昨昏也搁较饱甜。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是伫新竹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雨会较粗，是大雨也是大水雨的级数。苗栗以南云较高，南部、中部山区偏雨有阵雨，其他所在包括金门、马祖，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桃园的地解场，敢若14度1。下暗到明仔透早，中部以北、东北部温度各会下降，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嘉义甲台南有的所在，明年早冬稻仔会停止放水引产，补偿的申请对12月份已经开始。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昨昏是去嘉义巡视，有农民就真正讲无水等于无工课通做，无钱赚，生活过袂落去。陈吉中是宣布讲，明年开始政府会用政策来鼓励农民，2冬4季的稻仔，其中有1期该限作来减少用水。
把握机会向主委来澄清，大经业者伫农委会主委要离开的时阵，第一为虾米补助的规定爱家己协会才会当来申请，对因来讲实在是无方便。农委会是表示，家己协会阁会当申请农机补助，而且所有补助的代志嘛卡袂到高。要补足他的损失，所以只要没有放进来，我们已经有公告的补偿的对象跟金额的，只要把相关的数据资料检具好，那我们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偿的这个作业。高南区已经从明年确定停止引产，昨就开始接受民众申请补偿。农委会主委今仔日上午来到嘉义县4早农民办理的情况，申请的农民有人认为这摆补偿袂歹，不过嘛有人讲鼓励种别项作物拢无水，是要安怎来种？台湾话讲都食饱等死，你敢知？阮佚佗，阮唔知影要创啥啊，阮无趁钱，阁袂使。伊补助这，阮对阮来讲无啥物意义啦，阮凭良心讲。嘉义县一期种植面积是18000公顷，这摆受影响将近8000公顷。农委会主委表示，停止引产影响到稻仔的产业，相关的补偿拢会做甲条文，而且补偿的费用会尽量伫过年之前都拨入去口座，希望减少停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在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设有的曾组长涉嫌用劳动基金炒股票，向医生发办，嘛押出伫民国106年就捌出过公文要甲伊调职，结果无消无息。劳动部长柯明春昨日反映讲，当时的局长蔡洪清有出公文，毋过尾伊阁甲公文收回来。若对民国105年开始，这个设有的曾组长就是内部列出高风险的人物。来看《澎哥日报》。最近的房市厝价是热噗噗，行政院今仔日要提出健全房地产短期、中期九大方案来做管理。短期会针对有售厝也有差厝价这方面去抓。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集团找少年家去学校内底卖毒品，造成今年5月份一个月来小连续有3个少年家因为食毒死亡。基隆地方法院是认定讲，这3个人罪真重，所以依照杀人罪，重判这3个人19年到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来关心国内，咱昨昏国内新增加6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即内底有5个人拢有甲3天内体检阴性的报告，也过同款是去挖着病毒。面对这款情形，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14天的居家检疫嘛是会照期间来做，若检疫期满，敢要强制做体检，即马会个讨论。国内国新增加6名境外移入确诊个案，第681、682拢是1年前女性移工伫定期前拢有3天内阴性报告，入境后无症状伫检疫期满采检确诊。第683例是10多岁来自印尼的男性移工，也有定期前3日阴性报告，检疫期满了后到公司宿舍自主健康管理，由公司安排采检确诊。第684例是30多岁本国籍男性，长期伫美国工作，当台湾检疫期间出现皮肤就医确诊。第685例是40多岁外籍男性，入境时因为发烧，被安排到检疫所采检确诊。第686例是一名50多岁法国籍男性，为法国经土耳其转机来台，到防疫旅馆时出现喉喉痛采检确诊。单靠登机前的筛检阴性，我们并不能保证他后面一定不会有变成阳性的状态，所以入境以后还是需要居家检疫。是不是检疫期满全面采检？指挥中心回应会滚动式检讨。目前所有来台旅客登机前爱附核酸检测报告，特殊专案申请或者是紧急状态营地外，毋过到台湾依然爱采检。国际疫情各相关指挥中心表示，旅客较输线顶申报有报告，毋过查无报告，相关罚3万；拒绝被查验报告，或者是无配合自费采检，罚5到10万；若是提变造或者是伪造报告，或者是拒绝妨害查检，讲话威胁侮辱，罚15万。那也再度的提醒就减负、伪造、变造之核酸检验报告，我们会处以15万元的罚款，并会移送法办。11月7日是秋冬专案第一天，指挥中心统计当日有16架厝房机入境，入境旅客1141人，只有2位旅客无核酸检验报告，其中1人是登机了后放弃，1人是部会专案签准，入境了后2人拢是自费采检，佮配合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400万例，死亡人数有148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计共685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6400例，日本已经超过1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400万例，印度超过949万例，巴西超过638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68万例，法国超过227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66万例。来关心全世界疫情当得严重，加上世界有一寡所在也伫战争，也有气候反常的天灾，致使今年的难民大增加。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全球难民需要救的人数会超过2亿，是增加4成。临时打开难民营收留1万人，伊索比亚北方激烈武装冲突，造成45000名泰籍随省的难民无家可归，跨过边界来到苏丹。难民营生活环境真歹，无有够饮用水，即阵也传出欠粮的危机。يعني ما عندي اني انا ارجع هناك لانه ما اظن الاوضاع دي حتتصلح يعني الناس زي اللي انتم بتقدروا تساعدونا يعني زي تودونا بلاد احسن من البلد دي يعني برا البلد لو تقدروا。联合国估计，即阵有200万人伫战争冲突地区泰籍随省，真需要人道救援。100万人已经被重新安置。而伫伊索比亚境内，也有因为过去边界战争收留的10万名乌日瑞亚难民，粮食无够。而即阵向过来的难民，互原本国内经济就出现问题的苏丹难以负担。Aid is being mobilized to help refugees, almost half of whom are children. Humanitarian agencies continue to provide shelter and other facilities to help refugees, but more resources are required and Sudan needs international support urgently. 虽然伊索比亚总理阿比阿迈德宣称取得胜利，严过反抗军也未投降，无一定冲突也会继续。这场内战，互伫全球人道危机加重，联合国难民署悲观有估，需要人道援助人口明年也会增加。Nearly 170 m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would nee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is year. Coming into 2021, we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235 million people. That's a 40% increase. And the increase arises almost entirely because of 今年疫情的影响，互伫全球难民流离失所人口大增加。国家所地区的政府延续6礼拜，气候变迁造成天灾，中美洲甲墨西哥连续遭到飓风袭击。天灾加上人祸，联合国估计援助经费要有350亿美金，大约代票1条，才有可能来拯救1亿6千万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镜头来俄罗斯，俄罗斯礼拜日时抓到一件连续杀人案，凶手是一个38岁拍手死的。伊涉嫌伫2011年到2012年之间，假是做水电的，入去一寡即有罪的犯人的徛家，伊上无已经杀害26个人。和警方靠枪口的大部人，就是已经连续抬几多位年纪较大妇女的杀人犯，38岁塔吉罗夫，伊承认定定假做水电的，伫去被害人的厝内。Иногда звали, иногда напрашивался, представлялся сотрудником. Сотрудником чего? Управляющей компании, чистящей вентиляционные шахты. И вот вас пускали женщин домой, и потом что? Душил. 塔吉罗夫本来是伫咧做拍手的，2009年因为做贼头被掠机关，第2年放出来。伫2011年到2012年之间，伫俄罗斯中部瓦和沿岸12个地区发连续杀人的案件，伊拢利用锁啊或者是电线甲因吹死，受害者至少26人，大部分拢超过70岁。Почему именно вы душили? Выбрали этот способ убийства? Тихий, быстрый, не знаю, безболезненно для них,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Менее болезненно. 因为嫌犯正干巧，犯案了拢会破坏证据才离开。警方查了几多年拢抓袂着人。去年警方出奖金300万卢布，差不多代票100万要抓去，总算顺利线捕锁定嫌犯。
调查委员会讲，因透过上万笔嘅 DNA 样本加生物学嘅分析，发现各种证据拢甲塔吉罗夫符合，就该逮捕归案。调查委员会怀疑，除了嫌犯家己成立嘅26件案件，也有其他命案也是伊做嘅。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提出总统大选有人做手的官司，暗过拢放平盘。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嘛讲，目前找无证据。虽讲 Trump 无公开认输，暗过伊唔甘愿，即马放掉公司当后会阁出来选。若选调的总统拜登已经公布未来要拼经济的团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伫经济摇摆州提出的大选作弊诉讼，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彻伊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联邦司法部甲联邦调查局一直追踪大选作弊投诉甲信息。外界指控篡改投票机定时所谓系统性诈欺，并无发现因影响大选结果的作弊证据。美联社表示，无法度知影巴尔受访进前是毋受甲川普沟通，毋过巴尔一直是川普坚定的支持者，即摆讲话对川普选举官司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But the Attorney General was very clear her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d investigated specific instances where, allegations had been made. They've looked into these claims and they've determined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暗过川普竞选团队伫声明中强调，手中至少有6个州的违法投票事件，批评司法部根本无查。另外一方面，针对司法单位掌握证据，有人反对拜登上台了后算账，疑似以金钱讹洗白宫换取总统特赦。美国司法部则表示，无任何政府官员因为这案件受调查。暗过针对选举诉讼讲法，甲川普无共调。民主党推测，巴尔选来去会互川普开除。In response to Attorney General Bill Barr, I guess he's the next one to be fired. Since he now too says there's no fraud, Trump seems to fire anyone in that regard. 暗过根据政治网甲太阳报报道，川普在一地白宫耶诞派对向来宾表示，4日来再见。福斯新闻网的白宫记者也表示，川普可能会伫1月20落台进前正式宣布2024年再战白宫。另外，总统当选人拜登进前甲到佚佗，脚受伤。在伊受伤了后，第一摆出来介绍伊的经济团队，强调伊并对美国目前处境艰难，伊会向21届国会提出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特别是因应经济甲新冠疫情。准执政团队也伫拟定计划，用伫上阵第一天就启动，赶紧振兴经济，创造就业，呼吁国会两党赶紧批准经济救助方案。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疫情是全世界上严重，不过因的疾病防治中心是修改规定，讲捌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原本爱隔离14天，不过即马求水变隔离1礼拜到10天就会使。美国总统 Trump 头拄伫 Twitter 发表一段演说，形容这可能是伊所发表上重大的演说。内容是批评这届美国大选外交做手的规模史上上大。来关心台湾目前已经启动占南国造的计划，美国有名的军事记者就表示讲，咱台湾靠这项计划要去8架占南，有才调拍退一支中国的舰队。来关心有三马前的美国猪肉争议不断，行政院苏贞昌伫立法院是点名屏东的信光肉品，讲因正支持，不过说互这间肉品公司发表声明驳回。结果昨下晡，屏东的消防局随去这间公司做消防安检，洪志奇讲政府敢是咧算总效咧报鸟吃冤，不过屏东县政府是表示讲这是自本就有日常的检查。请不要把政治的脏水泼到无辜的公务人员身上。随着这项信光肉品消防安检，被即日是上门关心，屏东县政府讲是例行检查。他是委托云佑消防设备公司，那他们在11月27号，今年的11月27号，就是5天以前，主动提出例行的检修申报。那当时我们消防局的同仁呢，就发现那里面有缺失。那依照规定，我们本来就要去做现场的检查。屏东县政府讲是接到民众检举，讲信光嘅消防安检甲录用条件无合规定，才会照规定处理。和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到的信光，当所长杨宝莲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人怎么伫咧居家隔离，所以特别以视讯方式参加国民党中常会，伊强调反对内都进口。那当然有带一些政治色彩而来的话，那可能会好事变成一个奇怪的事出来了。更何况我本人也是非常坚决反对这个莱猪的这个进口。国民党是批评自进前的牛肉面风波到这边的限光事件，损害业者名声的手段真恶劣，要求苏贞昌出面道歉。国民党团也正式告苏贞昌违反社会法甲食安法，散布假消息。对此，苏贞昌回应大家卖误会。我所讲的意思就是，台湾无论养猪业者、肉品出口业者，都是战战兢兢、常年努力。那他们都非常肯定，政府守住非洲猪瘟，政府口蹄疫拔针成功，并不是指哪一家公司支持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不要误会。苏贞昌强调，伊讲的是业者肯定政府收掉非洲猪瘟等政策，内猪卖进口的代志一直拢无停。总统蔡英文也再一遍亲自回应，讲这是互台湾会当登记国际经贸舞台关键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行政院伫去年宣布讲，公家机关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啊，加一寡电子产品。也毋过，即马有立委是发现讲，有各国联络人就是用中国华为的手机啊来假资料，烦恼资讯不安全。为了要维护国家的治安，行政院伫去年宣布，公务机关全面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通讯产品，包括华为的手机。无想到讲，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所收到一封国会联络人的专栏报告，背景显示，自华为的手机传送，所以这个行政院无做到禁用华为的产品。尤其是这个国会联络人手机，其实是里面有很多个人的资料，包括说立法委员的资料，他们其实应该都有，联络方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让人担心的。对于是多一个部会透过华为的手机传送，王婉如无愿去点名，这个也希望行政院会让国家进行检讨。若无，中央部会甲地方县之间的公务配件往来，恐惊有外漏，甚至互中国监控偷摕疑虑。对此，苏贞昌重申，公务机关拢要严防治安的问题，将来会要求同仁改正。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也回应，若是公务人员家己私人的手机是无伫咧禁止范围内，希望所有公务人员、公务机关都要谨慎。防止治安的问题，那有同仁如果在这一方面有做得不够做到，我们都会要求第一时间来改正。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查证哈。不过如果是私人个人的手机不在禁止之列，但是我们会来予以劝导。在1月20日，台美签署合作备忘录 MOU， 其中包括5G 清气网络计划。美国所定义的清气网络所指的是，在通讯路径内面。拒绝采用未当信任的业者所生产的设备，也点名华为甲中兴等中国业者是拒绝往来货。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署逐年拢会做运动状况的调查，今年冬天拢有疫情，毋过有7成的民众是认为讲，伊想要去运动就会使去，并无受影响。毋过嘛，因为疫情的关系，运动人口的比例有比去年较减去。好，暂时停落来台北电竞场、暖身场，有民众来慢跑健走。来台湾13年巴拿马青年 David 也在其中。在台湾，你这里看得到很多，就是比较老人家在运动，我觉得这是好习惯。甲巴拿马比，David 认为台湾不少人，尤其是老大人有咧运动，啊，不过现况感觉是安尼。体育署公布109年运动现况调查指出，台湾疫情控制袂歹，7成民众运动无受影响，啊，不过运动人口比例82.8%，比108年60.8%，规律运动人口33.0%，比108年60.6%。运动的强度跟运动的时间，我们大概都已经达到了。唯一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是鼓励民众能够增加我们的运动的次数。台师大教授听随后指出，台湾每礼拜运动3摆，每一摆运动30分钟，达到会流汗会喘的7333点几。因为疫情，场馆管制，33趴比例也算袂歹。未来要提悬规律运动人口比例，老大人甲女性是重点。高龄者
跟女性比较喜欢的是健走，那也显示出他们的强度是比较弱的。那未来可能可以在这一部分能够有所提升。伫性别甲年会来讲，规律运动男性依然比女性较侪，上班族普遍无够。体育署表示，鼓励企业和员工运动，高聘用运动指导员，小看有成效，未来会搁做政策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中山区发生一件套房热水炉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案件，是社区的一对男女朋友，因为要求厝头家爱到强制排放的设备，毋过厝头家拢无去处理，才造成这个悲剧。林新北路这栋大楼，窗门外口是顶甲规个。3年前发生一对男女朋友伫租厝的所在，洗分子洗到一半，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问题就出伫套房的热水器，去互设置伫有安窗仔门的装瓶内底。家属认为讲，姓欧的厝主爱负责任，因为甲租厝姓吴的女性，捌甲要求讲爱加安强制排气的设备，却叫伊拒绝。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的审理。这个姓欧的厝主，红以过失致死罪，判1年定刑。因内面诉官司到第2审，法院判伊就要赔416多万。类似的案件，伫去年9月份，高雄有2个厝卡，伫租的公寓内底洗分尸的时阵，同款因为热水器的问题，一氧化碳中毒。这个厝主嘛，因为安尼去用起诉。房东呢，他在对于他所租赁的房屋所提供的租赁的房屋，应该是在安全上是有问题的，应该是有问题的。可能法院是就这一个部分呢，然后这一个认为说房东应该就这个部分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律师表示，因为厝主无注意到安热水器通风的问题，厝卡反映了后，嘛无做适当的处理，因为安尼有疏失。嘛强调讲，厝主就算不是挑工来处理，法律上嘛有过失的嫌疑。所以我都会建议，要么就是建议房东安装换了那个，或者是换掉改成电热水器。那如果说房东一直是在拖延推脱的话，我会建议就是采取就是不要租了。另外，崔妈妈基金会基础辅助部的主任是提醒大家，虽然即卖大部分的厝拢改装电热水器，相对是较安全。目前消防的规定嘛，搁较严格，不过也是袂当排除有部分的厝主可能无遵守规定，因为安尼租厝的时阵，都要提高警觉，确认安热水器的所在敢有透动，才会当确保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彰化市是有一搭在起厝的工地，防指控讲那亲像是抽地下水抽过头，海边仔的徛架房立受到损害。不过经过专业人士鉴定，认定并无牵涉公共安全，所以会使继续施工。两边的赔偿即马是讲袂罢。厝规个逼甲真大抓，真严重。黄太太讲，家己煮菜时阵也会伫安全无，才会较安心。有时候那个上面会掉下来什么小东西，都会扎到头啊。接地打的时阵，阮真正迄种的惊慌有无？要紧撞落去，还是要紧往哪个方向逃？你知道吗？黄太太讲，即阵伊上惊是地动，规工拢真惊吓。理解有相关即个问题，真困扰，也有周边遮的老厝边。彰化市这个工地对2015年动工了后，周边徛架就陆续出现厝歪斜，也有闭气的情形。5年内底进行2摆鉴定，厝歪斜的情形慢慢加大，有的厝歪斜达到57%，接近中建标准。建商也承认造成这厝边的厝损失的过失，虽然有补强，也毋过赔偿有关无共识。逐工拢一直缩水，就甲阮的迄土下骹的迄水啦、沙啦拢抽走去，所以阮的厝才一直下陷。房屋零损的只是条例哦，那个提损办法无下去提损。彰化县建设处表示，这个建案已经8摆，互人下令停工，因为结果技术判定无马上危险，准予复工。不过因为无牵涉公共危险，若是这个厝的损害赔偿讲袂完，只有透过司法来裁定赔偿的金额。赔偿金额的一些这个讨论啊，那能够做成一个决议，供日后在这个进入民事程序的时候，给法官一个做参考。即阵有24户房屋损失的民众无同意建商拍6折的赔偿金额。彰化县建设处指出，对着境内地质敏感的所在，也有可能土壤液化地区，也要求建商在施工时用工法来强化，避免产生房屋损害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社区营造即马真实行。地方利用地方的特色来打扮社区，伫婚林岛南稻谷里内掠庄仔药来做主题，甲芳园社区的低调反过起舒适的环境，互社区的居民通好伫遮泡茶、开讲、交流感情。
这搭所在较早是低调，伫咧云林县斗南镇南社区内底。这间低调本地坑咧用上无25档，野草是发甲贵4价，粪扫废弃物是揽3吨。社区居民感觉真无彩，就决定家低调变好清气，搁再重新利用这个空间。哦，再讲若台垃圾也处理了。啊，这整理好咧，你感觉怎？哦，感觉有够舒适的，吼，啊坐咧有够凉的，啊来遮泡茶开讲安尼啦，足趣味的啦。那社区较早是做红砖仔咧生活，但这项产业正做地方营造的特色。社区居民共心利用在地出产的红砖仔，伫个规范的低调建置通花墙、底下造型的花台，也低调来保留地石座、食水座，搁有底下出入的通道顶顶，呈现早期农村用品市地的情形。我们这类猪闽情缘的这一个场所，它是一个猪舍去改建的。那我们用了很多砖窑的元素，这边的座吼，地座这墙板有害去啊，保留掉。啊，咱家己整理一只猪，吼，啊徛伫遐咧食喷，啊伫遐囝咧食水的时阵是要咱食水。那社区表示，这个所在毋但提供居民纳凉休困，未来也会办活动甲聚会，和其他社区交流感情，提升社区营造的活力。那社区在。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德山是有一个本地咧做乌手的少年家，名号做张凯德。伊即马改道来饲鸡，伊的鸡寮毋但清气淡淡、空旷，阁会放音乐互鸡仔听，而且阁按照鸡仔的性格来设计因生卵的卵箱，用友善的方式、少年人的方式来饲鸡。放送优雅音乐声，清气佮空旷的鸡条，舒适的气氛，和咱印象中只只鸡仔同齐咕咕叫，客佮矮佮吵闹的传统鸡条是天差地。这鸡仔竟然佮有家己的运动场。伫南投德山田仔里的饲鸡场是原地做乌手的张凯德所经营的。会开始饲鸡是因为有一届因母啊买介绍真贵的有机卵回来，伊对卵的品质感觉真摇疑，结果说互母啊呛声讲，无你遐敖，家己来饲鸡生卵啊！伊互这句话激着，就安尼决心来亲身饲鸡。台湾的气候跟国外的气候不大一样，主要室内区分成3大块，喂饲料，就吃饲料跟那个饮水区。那中间部分呢，就是他们的休息区。那最内侧部分呢，是他们的产蛋区。不过，饲鸡毋是轻巧的代志。张凯德和伊的看手对爬远的土地开始整理，去清白，开考虑对土地和鸡仔友善的方式来养饲甲经营。伊甚至佮按照鸡仔的个性去设计生卵的卵箱，替鸡仔规划休困的所在，生出来的鸡卵也有无同的特色。人道鸡蛋友善联盟他们的协会专程从北部下来，那他们的主旨也就是要善待每一只动物，它的蛋壳特别的厚，然后再确保每一颗鸡蛋在运送过程中不会说轻易的破碎。因为用心，伊的鸡条也得到领导鸡卵友善联盟的认证。伊重视品质，出产的量真有限。虽然无法度赚大钱，不过张凯德已经拼出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爬树仔是真侪人细汉时的记忆，这听起来嘛亲像伫囡仔人伫做耍的游戏，而且佫有一寡危险性。毋过伫云林大比有社区是专工找专业人士，用安全的设备来教社区的时代爬树仔，互老大人来体验，刺激佫新鲜。迄落是安得坐落，有起嚟了就坐落，坐落就放轻松。爬树仔会当讲是大家细汉时啊共同的记忆。这阵侪伙人对专业的讲师体验爬树仔的趣味甲刺激。你这个头一摆挑战了？嘿，挑战。感觉安怎？感觉袂歹。到好胜。上到上面其实感觉怎么样？不错啊，那个自己的身心哦，那活动一下感觉那个身心灵哈，感觉很舒畅。爬上去哦，可以看很高，然后很好玩。啊，你高处的感觉是安怎？足舒服的。爬树仔听起来敢若是囡仔咧做耍，而且还佫有淡薄仔危险性。不过专业的讲师表示，其实只要甲保护的措施做好，设备甲装备拢较全，无论什么年龄，拢会当享受伫咧半空中海来海去、凉洗啊凉洗的感觉。以前我们就是小时候都会去爬树啊。那爬树其实赤手空拳，它的相对风险就比较高，可能会跌落。那我们现在就用装备，把自己给透过树干，透过装备把自己给悬吊。那只要在正常的操作之下，都可以安全的在树上享受在树上吹风摇晃的一个乐趣，甚至你也可以做生态观察。让大家
回到以前儿时的乐趣，用绳索非常的安全，然后找一个比较坚固的树，然后也从中带入一些环境教育爱树看树这样的活动。爬树仔唔但为着好耍尔，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爬树仔的过程，互民众甲树仔产生连结，进一步去爱护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台铁的南回铁路做电气化，12月23上阿尾一节邦寮到台东就要通车。若较早全加油的南回火车嘛真做历史。目前咱全台湾只剩一班车咧走，民众为着要赶这最后一班车，即马拢烧坐去邦寮的火车头来纪念少年青春时。人咧讲坐火车看风景，坐大船看海洋，传说当中看风景就会当解人郁症。全台湾只剩一班咧往回南回火车，因为代替电气化通车，伫咧12月23也要正式行入历史。我们现在是从11月17号开始，一直到22号为止。本来是固定3节车厢，然后加挂2节，变5节车厢。22号过后就没有了。23号开始，我们铁路局改点以后就没有这班车了。一听到南回火车将来无要搁出车载客，济游客是赶到邦寮火车站，讲定着爱把握最后的机会，纪念家己年少青春岁月。甚至有火车迷发动一人一票联署，要求一定爱保留记忆当中的南回火车。从小对这个蓝皮，我以前都是这样，屏东、台中，一年做好几次，所以童年的很美丽的回忆，想说哇，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来回忆一下。我们从这样一路搭过去，就会看到很多的风景啊，我觉得很漂亮，真的是很解忧。目前代替的南回火车虽然只剩一班，12往回台东甲邦寮，车位限量有钱买无，但是若正经买无最后的车票，也唔免惊不足对心肝。但交通部为着要刺激台东在地观光，已经决定要翻新南回火车，尽量保持原样修复，相信在明年的10月，就要和民众再度见面。记者综合报道。美洲内的千倍豆丁是一种外来种，因为有人无爱吃乌白蛋，嘛造成生态危机。即马有民众就认为讲，该掠来食是上紧甲上好的办法。毋过有专家提醒讲，唔通乌白食，因为有假生态问题。过来一个月季正流行饲绿鬣蜥，腌过尾因为主人无爱吃就乱煮蛋，伫咧高屏地区摊甲真多，毋但是互人看这全民的公敌，也引起生态危机。政府除了修法该列做有害外来种，屏东县政府也阁提出掠绿鬣蜥换农产品。有网友就想讲，为什么无爱甲绿鬣蜥掠来煮？所以伫咧 FB 发动，为了保护生态，一定爱食绿鬣蜥，得到真侪民众的回响。所以这样说，我要怎么开通？就是大家蛮支持的，就是说，我这东西就是害人作物，有没有？既然这样，那就是做一些料理，有没有？民众担心活体若果流出去，颠倒会破坏生态。因若食绿鬣蜥活动伫咧网络流行，到即马伊一天有收到超过20张的订单。不过专家警告，绿鬣蜥爱伫咧水边，也敢会出现伫咧野化、水沟化，摕来拥有寄生虫，要食爱特别注意。因为它食品安全的问题啦，它做中效之后跑到水里面去，跑到水里面，譬如台湾的沟渠，尤其南部平越沟渠，它受到污染，它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清楚。绿鬣蜥真后炭，定定伫咧产花路或者是土堆内边挖空作秀，造成排水沟破坏，影响农产的灌溉，互农民真头疼。屏东县政府统计，去年总共掠到4182只，到今年9月是掠到5480只，实在是掠袂煞。不过学者认为，运用掠绿鬣蜥换农产品的方式，对降低绿鬣蜥危害的成效有限。希望政府单位要有配套措施，包括针对新的入侵点，抑个民众较掠袂到的所在，加强人力的监控甲保掠，才能有效防范危害。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人权协会公布网络票选2010大人权新闻，前3名是国民法官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甲监控，也佫有科技侦查法。这3项代志嘛，代表民众对司法甲人权的问题拢真要义。202010大人权新闻的第1名，国民法官法3读
人民将与法官共同审判刑案。中华人权协会进行办202010大人权新闻票选活动，前3名分别是国民法官法、疫情监控，一个科技侦缉法草案。对于人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就是让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声音能够进入到保守的司法体系里面，让人民能够对于刑事案件，特别是刑事重大案件，能够有参与审判、有发声的机会。人权协会讲，对头一名是国民法官法，就看得出民众对司法改革的期待。这项活动是成就中华人权协会经做30篇加人权有关的当年度的新闻，11月初4到11月30，放伫咧网络顶互民众票选。伫这20天内有将近8万多人来参加，国产由协会内底经做前10名。看得出民众较关心的是司法加人权的问题。这些都是在社会上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的人了哈。你如果把这些凑起来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整体社会的这个图案人民在担忧了什么事情哈。那这个事情当然是政府应该要着重去注意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协会讲，这摆票选10大人权新闻，其实也有一寡民众正关心的议题无摆入去，正像是香港实施国安法、通奸度罪化这块，伫咧网络顶嘛有真侪人伫咧讨论，希望政府会当听到民众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今年全国语文比赛台语演讲有举办一种情景式的演说，互学生囡仔现场抽主题、看图讲故，评审会当现场问问题。明年会正式加入比赛项目。来看今年得奖的囡仔是安怎看图讲故。摕到本土语演说全国特优，刘子如来甲4年学生分享，大家拢嘛真好奇，到底伊的台语有偌好？今年本土语文情景式演说是第1摆现场抽题，看到4个图，就爱随准备演讲内容。刘子如毋但代表高雄市参赛，伫顶个月30，佮摕到国小组全国特优，实在无简单，因为伊对4年才开始练台语。甲阿嬷开讲老师嘛有甲我斗3工，所以我感觉就是因为安尼，我的台语才会变甲遐尼练长，无我之前讲话拢是客，无法度甲人开讲。看刘子如上台讲台语，语音甲写情拢真水。原来伊自细汉甲阿兄做伙学读喙语，老师认为这对伊学习演讲真有帮助。需要解解说内底内容，甲伊的情景的部分，环境是安怎，伊会当家己表现出来。爱定定讲台语，而且是甲人咧讲话的时阵都爱讲台语，安尼进步会较紧。因为学校拢有台语课，所以爱认真上课。因为迄内底拢有教一寡词，毋是平常时我会当看到。刘子如讲，只要用心学，会发现台语真水。伊嘛希望大家拢来讲台语。记者陈家君赖维做高雄报道。来看，伫咧波多黎各已经用57吨的阿雷奇坡太空吊镜，伫这个月初规个向上放起，好佳在无人受伤。1995年放送的007系列电影《黄金眼》尾手的结局是去有野心的分子用来遥控太空武器的大型天线，爆炸了后落落涂骹。主要拍片的场景是伫波多黎各的阿雷奇波太空吊镜的所在，从1963年启用到今，已经有57年的历史。虽然捌伫天文学的研究有袂少的贡献，不过因为真旧嘛无维护，负责管理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伫几礼拜之前决定要拆除，想袂到伫台湾的时间12月7日暗时7点55分，900吨重的无线电波发射器，为真悬的所在连137米，落落下底的般形天线顶悬，造成严重的损害，加在无人员受伤。
最近这几年各国的太空计划当中，火星是真正的研究对象，让太空人登陆火星，嘛正做各国的目标。最近太空事业真发展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除了加入国际太空站的运输甲补给，也有重返月球的行动，嘛积极投入登陆火星的计划。因那执行长马斯克找伊伫德国出席公开的活动的时阵讲，伊有信心伫6年内，互美国成功把人类送去火星。因那附近的日本，2014年12月份升空的准鸟2号太空船，伫成功登陆小行星龙宫，嘛采集样本了后，按算伫台湾时间初6半暝点半的时阵返来地球。其中用内底小行星样本，而且有极热功能的加盟工啊，若是会当成功通过大气站，科学家都有头一手的样本。希望会当对了解太阳系起源有帮助。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葡萄牙进前咧拼官讲，上阵一档有2000多万的旅客，所以伫首都真侪公务处、空处拢甲改做度假公务。啊，毋过呢，因为安尼厝价加悬，即马受疫情影响，游客减去，因的政府是鼓励厝主甲厝说互少年家甲弱势。天门以来提早休困，到暗时。葡萄牙的里斯本路的拢无人，因为宵禁开始，警察就开始巡逻。店提早关，餐厅提早休困，也正是正头疼。葡萄牙长期以来的经济拢是靠旅游业，敢若是2019年一年，旅客人数就超过2700万，无旅客，旅宿业者是正惨。This means that with the pandemic and the stop of the tourist flows, the neighborhood nowadays is empty. So it's a ghost town. 旅游业带动房市，地租比长租更较有利，造成真侪出头家房仲业者甲空房改做短期租厝，或者是 Airbnb， 供应变少，租金变悬，本地人负担袂起，只有搬离开，只有就趁机会处理空房，变预算实施租房补贴。We make a 5-year contract to you. We can pay in advance 3 years rent, and then we sub-rent it to young people and middle class. The maximum rent that they have to pay for that apartment is 1/3 of their net income. Alors c'est le salon, donc on est sous les combles. 政府甲出租的地租空房收大，搁在长租予少年人，希望帮助更较侪人渡过难关。经营 Airbnb 4年的戴安娜也决定要参加补贴计划，伊认为安尼双赢。Et autour de 400 € par mois en moins, mais avec une sécurité en plus. Et en même temps, permettre à certaines personnes un accès à un logement qui n'auraient certainement pas. 5年的补贴计划吸引1000位厝主参加，虽然未来会压缩到地租业者甲 Airbnb 的生理，不过政府趁疫情这个机会做改革，希望做到孤大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南非是徛高重要的生态地，加上气候反常，人类嘛有乌白去捡徛高卵，所以徛高的数量减真侪。研究人员即马野放一定，是人工在饲的细只徛高仔去自然保护区要斗生团。南非3月份开始，伫咧防疫考虑之下，实施严格防疫措施，消极禁止户外活动。就连出外买烟酒，拢伫咧禁止范围以内。眼过逐工拢有食饱的人来的开普敦的两用水族馆，一下变甲空，馆内所饲的非洲甲跳岩两顶徛高，就出现不安的现象。In the first month, the birds did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and they were excited to still expect people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 and stand outside in the line and wait for their food and make lots of sounds. But as time went by, the exhibits became very quiet, and our room was so quiet you could actually hear a pin drop. 南非是非洲第6真重要的徛高生态地，红号做乌卡的非洲徛高，伫咧1920年有超过100万对活伫这片海域。毋过受到气候变迁、食食减少，有人类滥杀猎捕徛高卵的影响，数量减真济，到去年敢若剩13000对。南非的研究人员为着要互徛高建立新的生态地，2019年1月份开始伫咧西开普敦的德湖浦自然保护区安置架徛高，甲放送徛高叫的声，想要去引徛高来遮做秀，毋过成果是真有限，所以研究人员计划到2021年开始，要等你野放一定数量人类繁殖出来的鸟仔去德湖浦的保護區。So we would ideally want to try and release at least 50 juveniles a year over a period of 3 to 5 years.
罗本岛甲邦德斯海沙堡这两个真有名的徛过生态地，拢捌野放人工饲的鸟仔去徛过群内底。其实2000年的中期，德虎埔自然保护区捌去因徛过来遮做小生态，毋过却因为有霸出现，只好徛过来逃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各地台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20度；中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2度；南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5度；东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到22度。特此乡亲愈来愈寒哦，一定要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将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